终于叫我姐了。一会儿再喂啊。哎呦，小苗苗真乖。你歇会儿吧。我没想到带孩子会那么累。塔儿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欢孩子。这辈子我要是不愁吃不愁喝的，让我一辈子带孩子，我都乐意。这向东走的时候跟我说啊，让我把钱还给你，你赚点钱也不容易。我们这么做不合适。塔儿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以后不许再跟我提这件事儿了。你说我开小吃部挣钱，那不都是为了给小楚去治腿吗？现在给小楚治腿的费用都有了，那我挣钱不都是为大家吗？哎呀，这钱没了可以再挣，这亲情要是没了，可就永远没了。塔儿姐，你呀都是挣死工资的，你把那钱啊都留给苗苗，给她攒着，你们以后的开销会越来越大的啊。谢谢你，姐。你终于叫我姐了。从小到大，你这可是头一次叫我姐。姐，这段日子呀，我一直在想，过去很多事儿我做的都不对。爸爸临终前说的那些话，当时我不理解，现在想起来，他说的都是对的。你心里只有这个家，这个家是靠你撑着的。塔儿姐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咱家可是有咱妈，有你，还有她三姐呢，缺了谁都不可以的。咱家啊，就属你最有学问，就属你最像咱爸了。你知道那会儿咱爸在农场的时候说你什么吗？爸说呀，如果素棉要是个男孩的话，他的前途一定在爸爸之上。你别看素棉她是个女孩，你们可不能低估了她的能量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犯错误的。爸真的这么说？你想想看，爸爸说的那话，大姐可编不出来。惭愧，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在农场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都过去了，你别后悔。不就是没去看咱爸吗？咱爸理解，爸说了，那都不怨你。不光这事儿，那还有啥事儿啊？算了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那这坐完月子要注意点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样吧，素棉大姐啊，现在去洗把脸去。素晓，你看，这可是你亲眼看见的，还不止这一家。这附近一下子开了好多餐馆，这客人确实比以前少多了。谁信呢？苏晓，你这就没劲了啊！你嫂子还能蒙你是怎么着？我问你，你一天和多少面啊30斤。蒙谁呢？30斤面炸几个油饼，蒸几个馒头啊？就这一早晨，没有50斤面也打不住啊！再说你们这消耗，这也不对呀，照你们这技法啊，这早就赔光了，还开什么店呀？行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们两个走人。反正大姐明天就从二姐那回来了，最多再去看一趟小楚。我也不上班了，我就请3天假嘛，我豁出去了。老师傅出来盘点。哎，别去，
帮你啊！苏小，哎呀，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呢？有什么事好商量吗？哎，不就1个月利润，哥给你1分不少啊！不行，不信你。哎，我算看明白你们2个了，这个店不想还给大姐了是吧？然后让我月月跟你们算账，我才不干这事儿呢。苏小，我跟你保证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绝对1分钱都不带少给你的。我这要是少给你1分，我立马让位，行了吧？那不能让我再催了啊！哎，绝对不会，这绝对就没有第2次啊！你看，小杨，咱妈现在已经不同意沙老大的身上了，她这个岁数再干下去，那就甭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妈现在也到处给她张罗对象了。真的？你看看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嫂子现在快生孩子了，我现在请了长假，你就放心，你哥说话肯定算话。拿钱。哎，你坐这儿，我给你拿钱去。苏姐倒茶。好，来，喝点水。行了。我回来了，不欢迎了，不欢迎，我也回来了。哎呀，他们家那地儿啊，实在是太小了。我在那住了1个月吧，他们2口子也实在是不方便。合着又不方便了，白使唤了1个月啊！哎，妈，正好给我点钱啊，我明天去看小楚。你看看，不但白使唤1个月，还全贴进去了。贴谁不是贴呀？您这像当妈说的话吗？给钱1个子儿都没有。妈，等我把小吃部接回来之后，加倍还给您。沙老大啊，别做梦了，接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刘倩呐，不是请长假，正好赶上他们厂啊发不出工资，人家把她开除了。这国营工厂可从来没有这种事儿。您就说您不想给我钱，你干嘛要骗我呢？那小吃部我接回来之后啊，刘倩她如果愿意干的话，她可以接着干呢，我没意见。哼，不给拉倒。哼，我呀回屋了。傻了吧唧的，算我白说。刘倩，快出来！刘倩，哎，你这急急忙忙干嘛呀？傻春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咱妈要去看小楚去。啊！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躲！哎，等会儿，小燕，快点！听说我有事出去了，半夜才回来呢。哎，算了。哎，您找谁呀？现在还没营业呢。你谁呀？刘倩呢？哦，您是经理的大姐小春吧？经理没在。老师傅呢？不知道。马大婶自个在旁边开了一家餐馆，老师傅后来也跟过去了。那刘倩呢？说是去郊区的养殖场买虾去了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知道。哎，大姐，哎，二姐那边完事儿了吧？啊，哎，苏小啊，哎，你给我点钱啊，大姐啊去看小楚去。多少啊？哎呀，你就看着给啊。大姐，哎，都在这儿了，给。哟，行啊。就这些啊，我还以为这次小算盘大方了呢。其他的都让我真死气了。财迷，哼，我都收着了。大姐，哎，你得管刘倩他们要钱啊！我去了，不是没人吗？哎，我问你，那马大婶真的自己开店了？哎呦，何止她开店呢？就那一条街上，就像那个雨后的春笋一样，突然一天里面全都开张了。我听说街道开了口子，说允许这个打着集体经营的旗号开餐馆了。你说这马大婶和老师傅，我对他们俩也不薄啊，怎么说政变就政变呢？
你是不保，那刘倩能行吗？你没做2天，他就把人给开了，说那个你给的工资太高，要1天1结。不过大姐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你这都快成了慈善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哥他们2口子可没想把店还给你啊。那可不行，小楚回来可需要钱，我还想给咱家买一电冰箱呢。他刘倩不都是大肚子了吗？他这样干活也不方便呀。我哥要参与进来呢，